各位兄弟平安，咱开始来今日的礼拜，请作业。你着学乐耶和华，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乐伊，着伫伊关联的宫窗学乐伊。既若有喘气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就咱请敬拜团来传咱敬拜。好，我们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一同起立，我们可以一同期待，就是我们在新的一年，将我们的天敞开，也将我们的心敞开。来迎接我们的神，要来到我们当中，他的荣耀也要来到我们当中，他的同在也要来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一同来赞美，一同来敬拜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。降下来，万国
前进迈步停息，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他。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让一切焦点转向你。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宝座前进迈步停息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，再次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你的同在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天上地下何以敬拜，欢呼耶稣基督，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，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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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他。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们要更多的来渴慕他，更多的来爱慕他，更多的来等待他的到来，更多的等待他的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帮助，他的陪伴。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他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渴慕耶稣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耶稣，我爱慕你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
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进到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。向他说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耶稣，我要爱慕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进到我的生命，是我唯一所求，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阿门。我们持续站立。这是咱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真心、真诚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算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个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你，你也着安尼三听。你若三听，这若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在咱当心来祈祷。慈悲听阮主，感谢主的恩典甲慈悲，你是刻刻甲阮同在。互今日相信的人会当得到拯救，也得到永生。阮伫这个所在，也来思考阮过去一年有检查阮的事工，也是阮的心所想，无当交通主你的旨来行，求主了一遍来下面。伫这个一年，求主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担心伫主你的事工方面，尽心、尽心、尽爱来听主。阮伫一年会开始会推动的事工，会当主的欢喜内面，会当得到有好的行动，甲好的成就。阮伫这个所在来为着阮兄弟姊妹有欠安的，求主你来怜悯因；有生命前无爽快的，求主你来关怀因。互因伫无管伫心灵还是身躯方面，拢咱得到保守，甲得到完全。阮也伫这个所在来，毋敢用即事，也伫即礼拜来望主来温调，安歇伫你主你的怀抱内面。我也伫后礼拜也将咱来举行耶高拜息，伫这个过程有求主你的慈悲甲恩典，伫这个所在了看顾，互一切对落顺利。阮伫遮毋甘，因为伊伫伊少年时阵，伊掠条伫信仰，无管伫伊的信仰方面，也是伊伫传福音方面，拢会当拢伫遐来尽心尽意。阮感谢主，你的恩典伫伊年老的时阵，也看顾伊，互伊虽然伫上尾的时阵来失去伊，但是阮也伫这个所在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看顾因的一家。阮也伫这个所在，为着阮的国家来恳求。伫昨昏也选出新的总统，你来领导这个国家，求主你也互伊智慧，互全民会当心来为这个国家来努力。只是求主你灵运转伫这个圣殿，互你的灵抛开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蔡长老讲出的话会当互阮得到利益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即时咱请伴奏团来学录。请咱即阵吼，将圣诗147首，147，请咱现场开147首。来当会晓唱的人，请跟做伙唱吼，147首吼，第一站来。即阵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雅各书第1章21节到25节。21节，所以你拄去弄作按照甲过业的恶毒，就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内面的道理，就是会救你的灵魂的。你着做出道理的，毋是简单听的来家己骗，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。譬如，亲像人伫行里，详细看伊本人的面，看过了就做伊去，两边袂记得伊所做啥物款。若是人自行伫迄个交传的律法，就是互人自由的，也长长踮伫迄个。若是听了袂记得的，是实在的、勇敢的，即互人伫伊的所做，要拢有福气。即是咱请蔡长老来讲道。咱着替人听讲道。请大家来祈祷，万主万真感谢你。我伫咧成早的时阵，会当出手到伫即个所在，甲你三甲做伙，做开的圣性感动我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真真正正用阮的心三甲伫遮做伙做礼拜。当然阮毋甘，讲叫洪执事离别阮去，享年95岁。总是阮知。主你刷了伊世间的劳苦，伊要过身以前真安稳、真自在、平安来去。做佢的安慰这遗族，或者遗族知伊是有福气的人，伊入天堂到阿爸爸你的怀抱内底。主，这是有福气的人，世上毋甘伫天堂得到永远无命福气。所以啊，叫做阮在座每一个人，阮的心恬静、安静，伫你的面前。
拍开阮的心门，圣神搅拌三角之地，互听的、讲的，拢得上帝你的祝福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妹，你这个平安，你真正平安呢？我感觉恁站的有可能有足侪人无平安，毋通要去进，一定要有平安。搁一遍咯，用心哦，遐你要平安。我是咱每一个人吼，赞美心应该足白白的。有人真欢喜，啊有人真无欢喜，大部分人拢真无欢喜啦吼。啊不管有欢喜无欢喜，国家嘛是向前行。我要甲恁讲一样事，主耶稣基督咧传福音的时阵，有可能传的是敢若迄个10尾一只羊尔，99只伊较等的。所以咱的教会啊，用阮无共款的声音，即个国家嘛，用阮无共款的声音，所有物件到赞美到伊段落，搁来向前行，一路爱向前行。咱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则是有人来讲啊，可能你以后会安怎拄安怎？对我来讲拢无安怎。对我来讲是感谢主，一切拢上帝美好安排。教会内面无分政治，敢若分你有听我，惊你无听我呢。兄弟姊妹互相爱相听。咱来讲做礼拜即个活动，哦，即讲一个活动哦，好，你来讲咱，是咱我来讲特别用活动。本来我要将迄个场面甲用出来，到迄个12暝迄个暗时哦，好，迄场面咧足侪人诶，吼，大拢为着选你足侪人诶。我常常咧讲吼，本来要甲因借时间讲，啊无你用我3分钟，甲恁讲你拢爱来信耶稣，迄片迄闹迄个场所，互我讲你拢来信耶稣，毋知要偌好咧，遐侪人对无吼，几啊10万人啊咧，哦，你拢来信耶稣，这国家地得着救。所有看历史的记载，信耶稣的国家一定得着救。阿免。咱若较少用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来，互即个国家，即个国家就会当行伫正路啊。你敢要倚靠别人，当然人甲咱愈侪朋友愈好，总是上强。咱家本身爱真正信靠上帝，本身爱坚强。做礼拜我是安怎讲活动？有当时咱讲，行，来做礼拜哦，啊做礼拜来哦，啊做礼拜啊然后啊做礼拜咧，啊就安尼起来，啊吟诗爬起来，啊过来啊即种个爬倒来，啊开门啊个坐咧读咧，啊来祈祷，逐个跳后咧，啊听圣歌队，哦啊唱了佫袂歹哦。今日放纵哦，放纵团足趣味的。我顶礼拜看咧练习的时阵哦，叽叽喳喳、乒乒乓乓、乒乒乓乓，今日讲了上济。拄我献诗的时阵上济，感谢主，上好就献互上帝啊。所以咱看足侪代志的时阵，咱是爱多只练习，爱多只用，因为咱要用上好的上帝啊。所有物件拢是上好的上帝，所有咱即个所有的侍奉，拢是爱上好的上帝。所以咱做礼拜活动，咱个书第9 20节甲恁讲，恁来除去一切误会甲积事，就讲累积所有恶毒啊。做啥物？咱来温柔的心来领受所在种的道理啦。咱细汉时阵做礼拜拢啥？讲叫做去听道理。你若有印象无？较到，若讲即句听道理听会落的人吼，应该是拢差不多阮即辈啊吼，做阿祖即辈啊吼。阮当年的迄阵咱讲叫做听道理。听道理重要无？足重要的啊！若讲我做了你讲着讲圣经，你袂讲我社会事，无讲圣经，讲社会事，就敢若行一讲共款。社会事甲圣经会当结合做伙啊！圣经是永远拢是在新的啊！你看到读拢嘛是新的，所以咱会领受所在种这道理啊！安怎会当救咱的灵魂的道理啊？咱来做礼拜当救到咱的灵魂，像咱药方结束啊，讲离开咱的时阵，你第一遍听着时，你会讲遐太塞紧，我想想咧吼，嘛应该到4安尼，94岁应该95岁，咱若拢。台语来讲是95岁，95岁年龄来讲，我都毋敢想咧。无说甲人讲70岁人，用从70岁人，用从通到80岁，人的一生中70岁伊到95岁，而且无受过艰苦呢。我顶摆有甲咱讲咱人生安怎，80岁倒伫眠床有无？90倒伫眠床，啊一把挂在墙上。那足侪人已经年老时拢倒伫眠床啊，是着病态切无。上帝说咱世间的劳苦，阿公吼是安尼洗身躯的中间，上帝跳伊去，完全无。使互你讲，咱咧讲5福中间最后一福是安怎呢？过身的时阵足快乐的啦，足安详的啦。
所以咱真正来做礼拜时阵，咱先爱听好啊，听道理。咱来讲啊是安怎？咱爱来做礼拜。古早是限制啊。以色列人啥遮尔强，犹太人啥遮尔强，当着亡国2000年，各会当复国，因为因一样最重要，永远记牢上帝道理，因遵守律法咯，因遵守宪制哦。咱即阵你讲啊，你即摆都无咧宪制啊，我们先来做礼拜，做礼拜是咱新约的教会，咱的教会安怎延续迄个宪制圣会，咱嘛是来咧宪制呢。所以咱一定要甲上帝相拄，咱用足谦卑的心，甲上帝相甲做伙。所以讲为着安尼，伫过年前，恁选了个三工后礼拜时阵，咱要互人看讲，我靠上帝约沙龙，这代志上重要安怎？拢我靠上帝。有人讲啊，咱的选举了选安呢？上帝旨意啊！互咱训练大家谦卑啊！互咱训练大家互相会当拥有无共款的意见，这对台湾嘛是真好的啊！搁再来后礼拜咱要为主做见证，咱今日毋是干那行道，咱安怎真正行出去，要有具体行动。特别过年之前去礼拜，我要甲大家分享啥物？为什么咱爱来做礼拜？因为这社会形态已经变啊无共啊，总是少年人你也招伊来做礼拜，讲毋免啦，好，我礼拜日头拢做几啊场，好，今日听灵粮堂的，明仔载听美好堂的，后日听真理堂的，好。逐场牧师好诶演讲，我拢好讲道，我拢听了啊。啊，然后咧，你有甲上帝相拄无？啊，无啊。你啊，既然干那要听讲道，啊无干脆吼，我用新灵音互你听，啊，佫感觉较趣味。啊，无你去听迄个，即摆新来罗潘都无伫咧吼，无你听迄叶教授讲2点钟吼，你感觉好就有道理诶。啊，然后想想讲，伊毋知咧讲啥。咱每一句话。都是咧甲上帝相拄啦。咱每一个人真真正正说到旧历到礼拜前时阵，咱到尾啊，礼拜前到迄个旧历过年前迄讲，就是要互人讲，为什么咱来做礼拜足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讲我讲3摆，你讲你才毋先讲这，因为我是感觉讲啊一步一步来到尾啊，才互恁知讲做礼拜足重要。然后过年到啊，新的过年中间，咱来将每一个人拢爱找倒来。我无放任哦，自开始选举了，咱有寡会友，因为意见无相合来离开。咱来反省家己遐。当然，对咱来讲，啊，我会足正确的。人拢无完全啊，拢有瑕疵啊。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荣耀啊。所以上帝叫咱爱担心，嘛咪是安怎？爱永远无共款的心理伫真理内底，咱来永远。所以说礼拜是安怎？是要互咱大家来参加的时阵，做礼拜了后的时阵，敢若亲像当时耶稣出来3个上心爱的学生彼得，去到山顶，看到耶稣加摩西加以利亚，哦，伫个坟墓，哦，遐场面够水啦！彼得讲哦，主啊主啊，我去3个病啊，互恁3个住伫遮，哦，咱拢住伫遮的时阵哦，主啊，咱伫遮照你那水的。咱要做你那水的哦，做你那水，就是有一日咱目睭开落去，去到天堂，上帝怀抱遐斗真正真水。咱是世间中的中间，来互相努力，无迄个完全水，有的是你努力拍拼伫上帝面前要交账，在上帝面前你交账。所以讲你讲在做礼拜时阵，在上帝要互你训练，有一日到天堂所在，就是甲咱真相共啦。哦，做礼拜到足快乐的。毋来当看到兄弟，会当听到上帝话语，会当听真水的诗歌，啊，这是一个享受。拜到拜六，哦，伫社会事足哩那繁杂，到伫礼拜时阵，完全伫着讨白。所以咱要听礼拜吼，咱要做礼拜要听道理的人，上重要一个代志是安怎？爱你心来抛开啦，现实来进入你的心啦。你最甲我看吼，我真足水的吼，有水无啦？有啦，足水的啦。哦，我咧上姑娘甲我讲足大声，足水的啦。当有人看我可怜，讲我内裤带咧害你吼，伊摕一支甲我用互调吼。安尼你若要捡哦，去路顶看觅，路边可能捡有。咱做礼拜才心爱定啦，莫摇来摇去啦。做礼拜是要甲上帝相拄的啦，毋是为着某一个人啦。做礼拜是要甲上帝做伙，心无定。
福建上帝永远今仔三甲做伙。当个公布时，特别甲咱讲啊，讲这礼拜是啊，上帝真真正正临在伫咱中间呢。你讲，我也无看到啊，总你会感受到啊。当你若无感受到时，你讲啊，做礼拜做了啊对，迄毋是叫做礼拜啦，迄就叫做行礼仪啊，形式上做礼拜，上着啥？心内也有感动。所以做礼拜真重要是安怎？学了第二项是讲道，当然中间有选咱的选调啦、祈祷啦、信仰个别课用，咱的课用伫后，其实课用嘛是做礼拜真重要一部分。啊，咱的新生死课文大拢读无，所以讲咱后季开始、4月开始，咱课文咱会做礼拜一部分，用旧的圣诗，只有免干那背圣经咧。哦，这拢是真重要一部分。啊，学老的，咱今日看学老，今日就无共看人呢。吼，咱今日看学老的时阵吼，毋若3个出来带，啊，佮有起步，啊，佮有迄个电子琴。愈来愈多元、愈丰富啦。咱节目站的是愈来愈水啦。节目是真重要的代志，但是有时间咱特别来讲节目站的，今日上重要要讲讲道。啥物叫做讲道？好，咱有看到无？以前讲道吼，天主教讲道是咧讲台爱伫顶悬呢。你有去看外国的教会无？好，讲台伫顶悬，啊，然后牧师去哩，你就感觉讲哦，足庄严的。甲以前做法官吼，法官的讲台拢特别顶悬，啊，出来拢伫下骹。啊！遮愈来台拢边顶，转将迄个法台拢扭起来。即马当时人叫法官吼，无啦，我咱无边顶啦，总是迄个法官间愈来愈拉愈紧啦。即个律师拢讲，安尼法官爱长边三角形，啊无拢爱扭哦做伙。我定定仔想讲，啊无安尼好无？比个坐顶悬，法官都会徛咧下骹问安尼好无？所以讲，咱有当时追求迄个平等，毋是真正诶平等。有当时咱咧叫做尊重啦，咱到以前叫做和会，啊尾也改做会员大会，啊佮改做会员和会，是安怎？那特别到会员大会吼，敢若民主化咧，好，大家都要提议。啊，伊对了无啦，甲罢免就掉。啊，你教会这毋对啦，这迄落好以前，咱毋知印象较细汉的时阵，若教咧开和会安尼，后面乱死。所以我咧改法规的时阵，23就改法规讲和会。上帝叫说是咱中级替咱咧决策啊吼，好是要听取咱的意见尔，听取各部分的报告，啊然后你若有啥物代志时，你会使甲中级讲，咱倒来迄落，啊无吼一人一支喙吼，规个教会都乱糟糟啦，真正规个教会乱糟糟啦，有当时咱学习尊重啊，我今日无共款意见，总是若逐个决定，咱就是尊重啊，好话是要互咱学习尊重啊，所以有人问迄个是若加巴特。甲讲你安怎准备主日的讲道？我咧讲的时阵吼，有当时家己感觉讲，啊，这是毋是爱讲？因为我讲有其实我总是有其实袂徛伫即个讲台啊。我年岁40几岁啊，你若有新的牧师来啊？有当时咱咧看牧师的时阵，有当时我感觉咱回去嘛诚可怜。那有当时要听讲道吼，牧师开始讲道吼，你著看伊甲死杀杀，毋是咧看更新的，著咧看台湾教会公报，无著咧看周报，著咧看迄个了。啊，敢若为着了，啊，然后开始，啊，著做礼拜做了。咱做礼拜是爱认真听牧师讲道，啊，即个牧师，我本身做教员的时阵，我家足紧张的呢。我的太太就知，我差不多倒来就是咧准备讲道。你讲啊，你评你学问，报道现在学问。好啊歹，足好个啊！伊嘛是爱逐日准备。每一篇讲道，若无2礼拜前准备，我拢无啥讲起来讲。有人讲我头问题，你题目摕互我随时就去你讲道。你亵渎上帝！你讲道若无祈祷啊，甲我讲道真正上帝进入我的心，我讲道是很有听的落。啊，你才叫做讲道。所以讲迄个巴头甲咱讲，我手摕圣经，只手摕报纸。啊，啥物意思？咱咧讲道毋是干那拆解帖，敢若解经啦，啊，这个圣经是咧讲啥？这个圣经是咧讲啥？咱咧讲道爱互知影讲上帝即个圣经是永远新的，永远无变。伊的公义，即个时代的公义，加明年的公义，加顶年的公义，加10当的公义，是共款的公义啊！我捌到某一个教会，迄个教会可能你嘛我听我讲过，母亲节。无真正讲，咱也毋是讲真言41章，就是讲罗伊甲尤尼基，遮也是玛利亚，遮模范的老母嘛。伊的题目我本来就看无啥有啊，迄题目我嘛袂记啦，因为讲一个旧约的题目。啊，圣经嘛上旧约哦，总是甲题目无共款。
结果开始出去讲道，摕一本《李登辉传》，无真济呢。讲《李登辉传》对头讲到尾，讲你若要买《李登辉传》来甲我讲，我互你登记。当然，老师无落，带无2个月就离开咧教会啦。总是有当时我咧感觉讲，你安尼对上帝对不起，对得起上帝吗？上帝互你一个讲台，就是要传各伊的话语，互伊遮尔辛辛苦苦，互伊所有礼拜日物件拢放咧来做礼拜，是要听你的讲道呢，毋是要听你《李登辉传》呢？家己看就看有啊，啊，可是无真济呢。所以咧，讲的时阵就是爱结合。所以有一个人叫做约翰牛顿，牛顿恁捌无？牛顿啥物人？你是着牛顿，我是着知，是着万有定律对无？这约翰牛顿毋是咧牛顿啦哈，迄个叫做艾斯克牛顿。这个约翰牛顿就是有一首诗，你若听着，你就知讲这啥物人？奇异恩典。奇异恩典的作者就是约翰牛顿，这个牧师。伊本来是发霉路咧，尾啊去用掠去赎回了后，得着救。伊甲主啊讲：我即世人从小就是袂使搁发霉路咧。伊有经过遮尔大的灾难了，所以讲会当做奇异恩典。即首歌吼，恁若有闲的人，麻烦恁 YouTube 搁甲听一遍。不管啥物人唱的，你来听时，你就发觉讲，哪有遮水的歌，拍动你的心。奇异恩典。何等奇妙！真正上帝互咱的恩典是遮尔的奇妙啊！伊个牛顿讲一句话，我讲的是安怎？爱拍碎刚的刚硬的心啊！恁的心硬，我拍互恁碎啦！你的心破碎的人，我医治，可求圣神摸着恁的心，互恁能得到透放。那每一个人真正是拢足快乐袂少，不见得哦。世上烦恼，咱心无一定快乐呢。咱心但是做广告，我太安尼啦，上帝啊，你拢无听我。上帝毋是无听你，上帝伫咧操练中间，伊的手会摸着你，抚摸你的心，让你的心得到安慰。所以讲道是咧讲啥？讲道是传达透过圣经咧讲上帝的话。讲道当然透过圣经咯，讲你较讲啦，讲圣经好，我从细汉听圣经听安尼，我道理足捌咧。我家己认为讲，互我去10个错综字，去生10遍，我圣经都毋捌。圣经永远你无可能读得透。你讲基研长老一天嘛爱读圣经，伊去读10个基研长，10个生出10遍了，10代伊都无当读得透。圣经是遮水的一本册，每一句话是上帝话语，每一句哦，每一句拢感动着你的心。所以我讲道是安怎？重新的启示，上帝咧启示，你重新来回想上帝的启示。啊，讲到时毋免讲到遮，讲到遮好，上帝是安怎？每一个讲完，我有时绝对无伫遮，啊，一定是坐伫下骹。像恁牧师就坐伫下骹，我看恁牧师坐伫下骹，我毋知是毋是呢？我有时我嘛要坐伫你遐。总是我希望咱会讲完是安怎？用敬畏谦卑的心。当然，这是有一个口头禅啦吼，我老爸定定嘛有当时。若听讲到咧，讲啊，这牧师定讲，牧师甲恁讲，我奇怪，他上帝无甲你讲，拢牧师咧讲，牧师甲恁讲，牧师甲恁讲，牧师甲恁讲认真。奇怪，上帝敢无甲你讲？拢是牧师甲恁讲。啊，当然有当时这是人伊的口头禅吼，我定定嘛讲是人伊恁会当小可，因拢有迄个叫做海星律咧讲道，我定定嘛甲牧师讲，恁会当小可训练讲，莫出来，就牧师甲恁讲啥，牧师甲恁讲啥，啊说逐个拢袂记住，敢若妙禅咧，妙禅甲恁讲。上帝甲恁讲啦，上帝讲话上重要，第二上重要，替人听讲道今日主题啦。啊，叫讲道，除了讲道以外，啊，搁啥？啊，频道啊，评论今日讲道，会讲道较了好啊歹。我讲道了，绝对听一遍我家己讲道，然后问我的太太，今日讲道了，你有啥物感动无？我家己听一遍讲啊，即句话讲了伤紧，去互留意，毋对，因为咱有睇只睡真紧，咱搁有老年痴呆症啊。那个来安怎？爱思到，今日讲道内面，对我内面有啥物感动无？上条是安怎？爱行出去。所以，咱今日所读圣经甲咱讲，雅各书1:20甲咱讲啥？恁来做一个行道行道理的人啦，毋是敢听道理啦，爱做一个行道理。古早讲叫做行道理，啥物叫做道理？上帝话语啊，最所叫做甲咱讲的话语啊。啊，无咱定定听讲道听啦，哦，牧师今日讲道讲了有够好呢。牧师今日讲道吼。
拢咧讲叫咱啊，毋通黑白讲话，啊，毋通指责别人。我讲啦，迄像迄个利未记啊啦，定定嘛咧讲啥个歹话，定定咧讲蔡同学歹话，迄都毋好啦。迄保鲜节定定嘛咧讲基安长的歹话，迄拢毋对啦。迄啥物人拢讲别人，家己拢无咧受家己。咱定定拢替别人听讲道呢。我爱讲这讲道啥物人应该听有啦，这阿叔就听有啦，迄做阿嬷爱听无。牧师就拢咧讲互你听的啦。我爱讲个牧师，牧师你今日讲道有够好，我想阿叔拢听有。甲你讲安怎教囡仔好，阿叔，你是咧家己听讲道，还是咧替别人听讲道？讲道的人无可能针对是无一个人，总是咱定定咧替人听讲道，有当时听着讲牧师今日因这性格足好，凡事毋通结党，毋通贪图迄个虚华眼光啊，对啦，迄像迄个乒乓拍乒乓遐啦，结几群啦，但袂选举规拢选伊家己人啦。哎哟，这敢若想要做长老啦，这规都无100个人尔，敢若想要做长老，迄有啥物稀罕？我伫公司400个人都做啊总经理咧。因煞袂记讲圣经后壁佫一句话啥？爱心存谦卑，看别人比家己较高。即句话拢甲袂记住啦。咱定听讲倒安怎？爱听迄个片段的尔，听你家己要爱。规段你甲袂记去啊。我毋知像安尼靠美的长老啦，你要看伊安尼虽然迄个年岁愈看甲查某囡仔尔伊高偌济化妆品呢？毋知有无？我毋知，你家己遐看。咱定定咧替别人听讲道啦，有当时咱想看觅咧。圣经甲咱讲，你咧行正直的路来，步步安稳，毋通行弯曲的路，才会当得胜。我咧甲你讲无，你看咱真正即事，伊会当做啊较侪物件，著上帝咧讲伊啦。叫公司毋通安尼啦，叫公司钱拢爱分分的啦，毋通甲顾趁钱啦。钱咧迄落啦，这公司这绝对咧讲啥物人的啦，迄咧讲迄落叫人来投资取巧啦，做生意照步来啦。牧师你今讲到足好，迄个真是听了阮才足感动的。那有当时咧直直讲彼此相听是咱教会基本的啦，对啦，爱彼此相听啦。我甲迄个乌巴借钱，后丢了借钱甲借2万块来就无要借我啦。你叫做听？你借2万块要创啊？我做课长我应酬呢，我逐暝拢爱应酬，爱开足侪钱的，我才甲借2万块尔。你课完的你领便较少，伊也要咧做课长啊，伊也免应酬啊。伊借我2万块尔是安怎？佫一直甲我讨。圣经是有讲，新明记有讲呢，7档都袂使共讨钱啊呢。你拢无咧听圣经，借钱7档都毋通讨啊呢。圣经你拢无咧听，那圣经互你安尼解说无？你听讲到说讲你听讲对着我，咱真正足细致的。咱来看上帝意思是啥物？你遇着困难，我借你钱先解啊。总是你无遇到困难，你借遐钱是要去敲我，因拢我啥他会借你钱，互你去犯罪。你欠人钱的时候，你临时来你欠人钱，你欠人钱嘛是应该。圣经讲咯，7档有无？申命记7档都毋通佫共讨钱啊！人个圣经有讲对遐个善巧、遐个寡妇、因古早有遐人真正生活有够歹。你借伊一个钱，互伊生活较好一个。7档就一直甲讨，伊嘛无钱，迄是咧指责呢。结果咱毋是啊，迄利米阿姨阮利米阿姨不要紧，对囡仔拢足好啊，足迄利米阿姨你有存我钱无你借偌寡呢？要创啊？无我逐日拢食迄个萝卜饭尔，看我会当来盐山豆腐店食一顿较好袂？咱每一个人真真正正爱知，毋通替人听讲道，这听讲道大个佫一项，一个牧师讲道我是听袂落，拢咧讲我。今仔日你这牧师拢甲记着我一直讲叫我毋通去参加赞美操。迄参加了赞美操拢你坐在头前咧表演尔，逐个都对你后壁，你爱出龙头，毋通去参加赞美操。咱定定一个手拢一直举别人，毋通袂去手咧举家己。又毋通要交志啊，毋通去参加迄个赞美操，迄毋好啦。迄气拢迄拢是有寡人在咧表演尔，咱咧今日做伙安尼跳。像话吗？7、8、10个佫在跳，7、8、10个是偌老？阮当年阮拢90几岁，阮都无咧闹啊，对无？咱做阿嬷阿祖的人都无咧闹啊。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爱有真正存迄个心态啊。所以上帝为啥物两面剑啊，两刃利啊？上帝刺杀着你的心啊！
你所有话，今日所听到上帝有刺杀着你的心无？你知上帝是刺杀着你的心的？为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爱谦卑反省家己啊！所以咱每一个人爱知影，讲台毋是个人的政见发表。但是我常常看咱基督教的牧师吼，咱住讲台顶，毋若讲伤侪政治，因为吼，咱毋是干那要欺骗遮个人尔，咱希望所有的人拢来咱教会。我伫圣台教册啊，我介绍差不多已经10几学生，讲你基督徒袂歹吼，啊无老师你介绍我到教会，我就当然先介绍阮圣安教会。叫我圣安教会若张到祈祷吼，拢替国家祈祷，啊，佫骂别个党。我甲伊讲几啊句，咱祈祷莫骂别人啦。你祈祷为着国家好，这是好，但是你祈祷先骂别个党，迄个党总你无偌解嘛，毋通安尼啊！人讲道一定爱讲到政治。当然无好认，咱圣安教会是一个真迄个特殊的一个政治。总是我希望咱教会内面当用阮无共款的声音啦。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得到上帝阿乐的，拢是宝贝呢。上帝所创造拢是宝贝，有可能甲你的思想无共款，总是伊嘛是上帝宝贝。所以咱每一个人啊，爱一心领受即个道啦。所以保罗新约书当时先去挑战2年间，伫个团队是足侪人欢迎的啦。啊，结果吼，遐这时头就气啊！甲赶走，赶走他，吼，然后伊就走，哦，伊走去到遐个时阵，去到迄个比铁沙的所在，伊听讲到遐个人吼，伊拢大部分对犹太人讲道啦。迄犹太人吼，毋是讲到准煞哦，讲了，毋若逐个听，佮对查考圣经啊，真正圣经就是安尼哦。哦，原来有一个弥赛亚会出世哦！哦，原来有一个以利亚行洗礼约翰，哦，有一个人哦要替避难道路，哦，原来伊出世是骑驴啊！哦，原来哦，甲圣经对照完全符合啊！最后说基督就是弥赛亚啦，这人真水啊！所以咱听到咱的圣书无问题啦，咱听到爱听圣书啥物呢？咱听到爱有一个有启动着你的心无？做一讲，这是一个足大的挑战。我已经差不多伫要19档咯，19档内底拢徛伫讲台顶悬，大部分的时间，每一个讲台时，我拢定定讲，拢搁听一遍，我家己感动袂？阮太太有感动着，这讲台有触动着你的心无？你的圣心，你有咧感觉时有感觉圣心甲你同在无？你咧做礼拜有时来到教会中间有感觉讲甲上帝相拄无？当着上帝无？我听上帝，我甲伊相到做伙，袂针对你来讲话，总是迄句话可能刺着着你的心嘛。第二样你讲到咱来嘛，咱来平道啦。咱毋通每一句拢是喏，包括我在内，总是来思考看卖，用正面来思考。有当时啊，我无认哦，北叉教会啊，然后无写叉斗教会吼，我去2遍。真正我敢做一项代志，一直咧替这牧师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应付尔，因为迄是伊毋是牧会，就安尼教授我请来，一档内底咧做讲道尔，啊，转一讲将伊上课的讲义安尼一讲咧讲。这牧师祈祷，要逐个来遮礼拜是要敬拜上帝。我替你祈祷，互你真正上帝感动你的心，互你感动真正出上帝借着你的喙做出口，感动着每一个人。所以咱啊，内容有问题。哦，咱拢毋通爱钱哦，咱拢毋通想要去趁钱哦。全你所有的钱哦，你看，伫使徒行传时阵安尼，有无？将所有的钱拢献来有教会啊！即为教派是安尼呢，所有钱拢献来有教会。你毋该趁钱啊？按着共产主义，所以拢大锅饭。圣经无圣经人讲贪婪是万恶之源，毋通人讲你不要赚钱，无即句话哈。你敢有圣经写伫对？先个讲，我靠耶和华所传啊，得到大富利的，大福足，不带忧虑的。你若我靠耶和华所传的钱，袂忧愁，得到大富利，总是在做传道的事工啊。你若讲我赚足个钱的，总是在做传道的事工啊。所以相对讲道是毋是枯燥无味？迄是恁的代志啊。我着忠实传达上帝的话就好啊。啊，恁听袂落是恁的代志啊。有当时我定来遐解释，来先定来分享呢。咱3档训练尔出来，咱的讲道是毋通听会落。都不用紧啊，都迄礼拜日是逐礼拜嘛讲一遍好啊，我多。
你叫我安尼几啊当到即个教会，啊讲到尾也毋知要讲啥物，头伊都毋知要讲啥，拢讲袂了咧，毋知要讲啥。啊，我这都，啊，都讲袂落，拢足枯燥，啊，都袂记得圣经吼，啊，解释圣经，啊，第一章，啊，第二章咧讲啥，啊，第三章咧讲啥，啊，若无吼，佫有华人圣经网站，恁若用去看卖，好诶，写足济。啊，查经资料足济，啊，无去买导读本，啊，无去买注解，好，我着摕一则出来，3则内底我着当讲一堆啊。迄叫做你家己诶讲道，你诶讲道真真正正，毋通感觉枯燥无味啦。你诶讲道是上重要啦，咱莫负面诶思考。拢针对我讲话，迄初中以后可能交我冤死，一直咧对我讲，甲我讲叫我偌歹拄偌歹。我都明明唱圣歌队，我足认真咧唱诶，伊甲我讲吼，声无好，毋通去唱圣歌队。我讲安尼讲，无啊。上帝互咱各种文书，啊，都无互我唱我诶文书。你知上帝无你唱我诶文书，你知上帝无你带金仔赞美文书，你都无落去做尔嘛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事，各一人家己做着安怎爱思道。爱想看卖咧，今仔日我所听到讲道内面，倒一项有启示我要啥物，上帝要甲我讲啥物，叫我爱毋通贪恋啥物，叫我爱注意啥物，一个重新的启示，我听了我应该安怎去做，我应该安怎去做，然后我安怎会当甲人分享，咱逐个人即摆拢用拢有迄个直播嘛，啊，我以前较会看，即摆较袂看，因为咱差不多拢2个加起来差不多40-50要咧看尔。咱有来咧讲道啊，其实我甲主播无重要呢，我嘛真直接讲主播无重要，上重要你爱来做礼拜，加上帝三拄，毋是到厝里安尼一个听一个，一个听一个，好，你也看安尼天生赢家那个福木教奥斯汀吼，哦，偌济人咧，讲道偌趣味咧，有阵我多听咧吼，无使用着圣经咧，啊足趣味哦，较真正诚趣味。啊，你要调趣味哦，你会使调我演讲，我演讲伫现代一个演讲拢2万箍咧。啊，拜托我逐礼拜对。咱上重要安怎？爱行道啦，将你的行为爱行出来。所以讲，你听这讲道中间，你毋是有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勇敢存着爱心、甲信心。好，我真真正正，我要引带我的朋友。啊！去教会无好啦，迄好，听你咧牧师讲道，安尼听着咁要拄久，足艰苦的。咱来甲讲上帝话，请你的心，用正面的思考来看这样书。一个礼拜日，牧师讲道，拄用这个题目，讲你不要单单听到，用行道啊，行出道理啊。然后这个会友听着了讲，啊，我毋知要怎做，牧师甲讲，我行出第一步，啊，我都毋知要怎做，啊，都咧行去到迄个泉头前遐。啊，看到一个人伫咧弹吉他，街头艺人。啊，看到伊咧穿了无啥好势，在弹吉他，啊，佫弹了佫足好哦。虽然我唱歌无真好听嘛，是安袂歹。啊，弹头前一个，啊，才心里一个感动。上个不就多剩1000，有迄个1000箍啦，无迄个伊本来是讲100箍，我咧甲落落嘛，啊，剩1000箍。伊转因的教有更新，咱教嘛有更新，啊，足侪教有更新吼，内面拢有印教会聚会时间。吼，因为教会聚会时间，教会伫对答，电话几号聚会时间，摕就听讲咱来讲吼，摕来拢去迄个即中山高中遐咧分更新，约方即事啊，咱拜日要家做这个，真水啊！啊，迄个就我讲，安尼哦，啊无咧面皮结果较厚咧吼，有当时人会家断掉呢，你摕互人哦，但无一定要家摕呢，你卖又无讲咧，这个当面就断掉互你看，啊有诶吼。无甲伊单调，摕到中间甲伊单调，不是他就甲弄落，啊伊就往安尼摕互伊，伊甲落1000箍顶悬，更新顶悬甲夹1000箍。迄暝迄个人，迄句讲，没有人搭上我1000块钱过，拢嘛差不多10箍啦，100箍，足了不起1000箍。迄然后佫一张更新，然后更新顶悬足侪遐见证，一面啊通。像迄汤，原来即个人真少年，就是真甚至迄个高中时代，同人组迄个乐团，像迄个五月天的阿信有无？因组一个乐团，伊组乐团，伊就爱弹贝斯的，吼，组一个乐团。迄个乐团是主唱，啊，这主唱吼生活种糜烂，啊，总甲借6万箍，啊，借6万箍啊，真借了吼。伊讲啊，因为伊是对装塔起来无钱。伊怎啊讲啊？你6万箍会使还我袂？我借一个6万箍尔，你遐当算，咱凊彩来演唱一个人有钱，我着互你啊呢。啊，
啊，两个拄仔咧，就看伊啉啊水，慢慢讲你都有钱通去啉酒啊？你慢慢讲形容我厝邻拄仔有急用啦，我爸爸妈妈真身体足歹，我要赶紧倒甲看啦。你慢慢可嫌我，啊，两个拄仔车来车去，伊转大力甲车落，倒位哭着后脑过身，哇！报纸看啊足大篇的，即个甲传的主唱去用车倒死去，拢是过失致死啦。哦，但是所有人伊的名拢牵出来，伊的相拢牵出来，哦，但是今仔我甲起诉，伊也去用判罪，哇，嘛大家甲所有人，检警人离开伊啊，所有人拢无用那味，关伊赶出来了后，因为大家拢捌伊啊，伊带即个严立谦无当生存啊，伊到对找头路，哦，你著迄个人哦，好啦，啊卫生你倒来，无人敢甲请，假想讲啊，我最起码要弹吉他。啊，无我呢，家己弹吉他，家己唱，去做街头艺人。啊，一个人百规家伙总百，伊就拄开始唱歌，家己拄。然后，伊做街头艺人，都反饲下百就好啊。突然间，有日看到更新，看了，佮换了1000箍。佮甲看到伊甲写一字，欢迎你礼拜日来参加阮的礼拜。礼拜，真正会使去教会上。无我来礼拜，伊礼拜是拄啊敬拜赞美，伫头前咧唱一让爱走动，有闲恁去看卖，安在走动有迄个去着活动，让爱走动，让爱走动，吼！看到让爱走动的时阵，拍出一个歌词，伊还袂听到歌，伊讲走过伤心，走过泪水，让每一颗心再飞起来。伊已经感觉伊放弃家己啊。伊也毋敢对看伊的爸母，伊讲乖过家，伊讲对不起伊的爸母，伊讲伊要台北奋斗，结果伊是接面落魄，做街头艺人，用你的心伸出你的手，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，让爱走动，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。看到这歌词的时阵，随风扬起，编织美丽的梦，让爱走动，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，绽放阳光，变出神所造的梦，你们有没有梦？每个人都有梦。那连牧师刚好讲到诗篇30篇第5，你讲上帝的恩典是什么？你得罪上帝，你有罪啊！可是他的上帝的怒气，上帝会不会生气？会啊！上帝的怒气是转眼之间呐、他的恩典是一辈子啊，一宿一个晚上，虽然有哭泣，你觉得很难过，可是什么？早晨便必欢呼。上帝恩典乃是之久啊！真的吗？礼拜了后，伊看大家拢来甲打招呼啦。伊讲你敢毋捌我？讲捌啦，台嘛捌你。有啦，你捌上报纸啊？我捌台死人咧，捌共车都。啥物人无犯罪啊？来，持续甲招来，用做咧，差不多青年统计，甲招去青年统计。啊，因咧正摆赞美想讲，啊，你遐对遐当你打，啊，阮遮多欠一个秘书啊，你咧哦。伊第一日就去参加因的敬拜团，参加因的青年团，家伫遐，迄目屎一直，讲我已经去食足个头路，无人要插我。我的同学所有朋友看到我，拢笑啊足远个，袂想到讲来到即个所在，大家遮尔欢迎我，拢搁讲哦，你爱来做礼拜嘿，后礼拜你就爱来咧，我哋敬拜赞美团拄好无人当你，你来替阮弹，来弹，伊哪练？加多练歌，哪练目屎哪练，每一句话拢刺插着伊的心，每一句话拢刺插着伊的心。伊直咧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真真正正爱知，咱来礼拜，毋通无细字替别人咧听讲道啊，替别人咧读圣经啊。咱真正爱注意，咱礼拜是上着安怎与神相遇，上帝干啥做？为了什么？为了爱走动啊！互咱每一个人，即个教会中间。啥物人入来到咱这个教会，拢是咱大家庭一份子。每一个人入来到咱这个教会，拢是咱兄弟姊妹。阿免。咱每一个人真真正正爱知，每一个人来伫咱教会，拢是上帝引带伊来的最大的宝贝。毋是干那你家一个好，是你爱将即个真好、真水的福音传遍到达位。我嘛就希望咱的更新哦，以后咱教会来吸一个囡仔，转一个，转来教会聚会时间地点，然后咱来。专上高中分，你放心哈，10个中间有可能教会拢甲你配喙，人去等互你，一个就好。
毋免坐一个就好。药房即事遐早就会当做即个事，讲为什咱袂当做？咱礼拜了，咱小可来，也免啥物计划，也免迄落买人家己来就好，拢志愿者。为着安怎行出咱的道理，三下来祈祷。主，阮真感谢你，因为即个教会真正是要甲上帝三拄来咧做礼拜。即个教会真正是毋是敢若听道理尔，不止听到，而且是行道，是出一个行道理的人。我们让上帝的爱能够走动、流畅在这个我们的社区，流动在我们的全社会、全世界，让爱走动，让爱流动在我们的教会，让圣灵降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来应答上帝话，来吟圣诗193首。上帝所赐，插起你来吟段首。插座，真请准备心来奉言。
金红的是。上演煞，咱请带长了来甲咱祝祷。阳光线家乡心三位一体，在地天在地天，将来也永远地天，我就莫尽阿门阿门。我哋知道最后所见到无穷无尽的问题，天父上帝因为改变的疼痛，圣是的相通进入恁每一个人的心，特别加讲叫奉即事的为作三甲之地，众人的心在恁的胆，伫少年中间知上帝永远将叫奉即事抱伫安息伫主的怀抱，祝福每一个人所行每一个路站。有上帝恩光加三甲做伙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数。阿门。阿姐。看报告的部分，要是今日有，咱先来讲一下。咱今日有小组的分享吼，是先讲出埃及记第6章到11节，咱等下较请叶老师来做一个简介啦吼。咱今日12点半吼，咱邀请消费者的无添加协会来分享安全的油啦吼，咱会当兄弟，咱老婆来参与安尼。伫1月28下午1:40吼，夫妇团契有聚会，是新春兰花的兰花的盘花啦吼，组合啦吼。但是因为咧准备材料吼，请咱伫后礼拜前来报名吼，甲小主事来报名安尼。花材费用是团契每一个人补助100块，住费是400块，会多少水补安尼吼，后礼拜下午2点有邀请敬拜团的讲师来指导啦吼，请敬拜团的团员会当准时参与。若有兴趣的兄弟，会当来向那个团契敬拜团的团长严玉芳来报名安尼。阵请搁一点，咱。本月约好即事吼，伫1月7号吼来蒙主温调吼，伫1月10也是拜二吼，下午1点半，伫二滨的景仰楼3楼吼，志美一厅，你也伫遐来举行告别式吼，咱有报名的吼，咱请来准时来家己迄个所在，安尼。正请叶老师来针对出埃及记。会来做一个简介安尼。谢谢平安吼。这以前吼，我先来讲这个阿公啦吼，黄玉峰执事有几项代志，其实让我蛮感动的。第一个就是讲，伊拢去分这个更新啦吼，更新
我看超过20年哦。哦，超过20年，因为伊还未接受，还搁咧做诶时，伊就去咧分啊，分甲伊袂行，伊袂行啦吼。啊，所以伊捌甲我讲，伊讲有人伊拢拜去分啊，有人拢伫遐拜伫等伊啊，等伊迄个时间吼，啊通啊要摕更新，我听了实在是蛮感动咯。啊，第二项代志就是讲，咱咧建堂诶时吼，咱有周报灯嘛吼，周报灯其实听无啦。阿公伊其实拢听无，因耳讲足重的嘛吼。啊，但是周无顶了，过当礼拜吼，伊就摕来奉献。过当礼拜有几个来奉献啦。哦，啊，我会记得阿公就马上摕10万来奉献。我看到我手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咱建堂应该无问题啊。哦，因为伊都无听到啊，伊其实无听到啦，伊拢看迄个周报尔啦。啊，有几个都来奉，其中伊是一个到。伊过往诶前一礼拜，我有去甲伊看诶时吼，有一摆我有去，伊搁咧问即个建堂诶代志啦，看建堂，我讲已经用写诶啦吼，就是用写诶，讲已经拢行完啊，拢行完啊。啊是第二个，啊第三个就是讲，伊逐工吼，逐工还袂食饭以前，伊拢读新安公1点钟。伊起来了吼，刷牙了，啊，就是读新安公啊，都去读了。啊，所以若新安公较慢摕去吼，伊就会问啦，一直问讲若无摕啊，即种迄个贾政府摕去，贾政府逐礼拜会拜六师班完，伊就摕周报去。啊，所以伊逐工诶迄个读圣经甲祈祷，其实拢为着咱教会啦。伊嘛看讲即个教会诶迄个。大道的事项啊，还是迄个报告，看遮啊来祈祷来读迄个圣安公，啊这3件事情是我感觉蛮感动的啦吼。一世人诶，毋是到95岁哦，到伊过往诶迄工嘛还搁咧读，过往迄工哦吼，台湾就知影嘛吼，过往迄工，啊其实他这样一辈子军队主吼，拢无离开啦吼。啊，今日要讲的即个出埃及记吼，其实为第7章开始吼，就是上帝甲摩西讲，啊，你都要入去王宫啦，去甲迄个法老讲。啊，法老其实吼，他其实他的心刚硬啦，所以上帝有讲一句话，因为神使他的心刚硬，要行神迹奇事在埃及人的身上，也在法老的身上，让他们知道谁是耶和华。所以法老咧问摩西讲，啥物人是耶和华？啊，所以10灾就是咧证明，啊，我就是耶和华，10灾就是咧讲这个代志啦。啊，第1灾咱知影吼，伊去也是摩西将迄乖啊吼记落吼，记落迄个河，啊，甲迄个水，所有拢变做血嘛吼，血。啊，这是怎样？这是迄个埃及的尼罗河神嘛，哦，得甲伊讲吼，讲伊赢过尼罗河神啦。啊，但是因的术士嘛会当安尼哦，术士嘛有法度记落，啊，水嘛变做血。啊，第2项呢？第2个伊就搁迄个用迄啥物？用迄青蛙啦。青蛙的时就是生殖之神嘛，迄嘛是生殖之神。啊，所以用青蛙的时，因的叔叔嘛会啊，嘛有法度。哦，啊，所以因迄个法度感觉啊，你也无比阮较厉害啊，你较济啊，阮较少安尼样，我嘛是法度变。第3个就是啥物？第3个就是将迄土吼，摩西上帝甲摩西讲，甲阿伦讲，你将迄个土吼甲背起来，用个杖甲压起来，压起来的时，讲变迄个沙漠啦，变狮子啦，哦，变迄沙漠迄规个拢是啦。哎呀，遐术士遐因遐惊发出的人无法度啦，所以因特别讲一句话啦，讲这个是神的大能啦，这阮无法度啊。哦，啊，过来一直落来的是到第4个灾以后咧，第4个灾以后就是上帝讲啊啦，讲遮个灾厄吼会降入伫埃及人的身上，袂降入伫以色列人的身上，有分别啦。所以伫高山迄个所在，都无遮个灾害啊。哦，啊，一个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啊，到第9个拢是安尼。到第10个灾害的时咧，第10灾的时，就要证明讲吼，神才是掌握所有的之神啦。因为法老是代表上帝啊，法老的大囝嘛，互上帝来提示，因为大囝就是后来要接迄个法老的位的。所以，迄个证明讲来讲，你代表恁埃及的上帝，啊，但埃及的神啊，但是我呢，我都将你要代表迄个埃及的神，迄个长子该击杀，
啊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安怎，就是迄个出埃及吼，要迄个逾越节，爱将迄个羔羊甲抹伫迄个门槛的顶端。哦，啊，真侪人讲，咱华人哪会迄个哪会安尼啦？因讲可能是犹太人伫汉朝遐就来啊吼，因拢会逾越节拢会用迄啦，所以咱后摆咱华人嘛拢会搭迄门帘，啊，搭春联的时嘛是拢搭红的，无去搭白的色的。啊，这是题外话哦，但是就是讲将安尼的时，你若有抹迄个门牌的时，迄个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摆上的时候，啊，越过去的时候都袂该击杀，啊，代表迄个上帝的救恩嘛吼，这当然嘛是咧代表上帝的救恩。啊，一方面，互埃及人知影讲，恁咧拜遐济神啊，有好神、河内底的神，有生殖之神，有迄个大地之神，哦，拢有啦。啊，生育之神，啥物神拢有，哦，啊，但是咧，上帝拢赢过遮个啦。拢赢过遮个，互因知影讲谁是耶和华。哦，所以后来伊就因去，咱知影吼，到第3灾的时吼，第4灾开始的时，法老有讲啊，我容许你吼，啊你莫走伤远啊，恁搭阮的内底，搭埃及的内底，底下拜恁的上帝就好。哦，啊，但是佫过偌久佫毋啊，啊，所以上帝互伊的心公硬，主要就是讲要领他们出埃及啦，最主要是领他们出埃及。所以到12章的时，遐就开始要出埃及的时，讲耶和华的军队就出埃及了。哦，满了430年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就出埃及了。啊，伫遮就证明讲谁是耶和华，迄个实在啦。哦，咱顶礼拜读的这个实在，就是讲证明讲啥物人是耶和华。法老甲伊讲啥物人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甲伊应答，通过这4个灾害，互因知影啥物人是耶和华。哦，咱常常来思考这个代志啦，常常来思考以上。好，咱想要来做一个闭会了哈，啊，咱请主要别到闭会。行，咱行平安礼，平安礼，算咱有小组的分享。